我们的华语礼拜即将开始，请将我们的手机转成静音或关机，我们一起来为神预备心，来敬拜上帝。宣召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有生神呼吁。那我们一起起立，用开心、用喜乐的心来，一起来敬拜上帝。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营救我的神欢喜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营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不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能营救我的神欢喜快乐。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我要赞美，无论得失或不得失，我要赞美。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我心坚定于你。每天赞美不停，我要赞美，跳舞赞美，我要赞美，只有赞美，大声欢呼，你是永远的神君王。是的，主啊，你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我们常常在生活中一定会碰到许许多多是不如我们预期的事情，或者是不是按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去走。
主啊，但是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在不如我们预期的时候，也能够紧紧的抓住主你，让我们的眼睛是能够定睛于在主你的救恩，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学习能够在主里面得喜乐，而不受外在的影响。主啊，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息日里面。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祷告，阿们。当我在翅膀影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我里安息在基督里，你大能使我安然心靠。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主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我在翅膀影下，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安静知你是神。
父啊，是的主，主啊，我们知道主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让我们在碰到患难，让我们在碰到我们没办法解决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主你是掌权的。主啊，让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力的。父啊，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翅膀的荫下里面得着安息，得着主你的帮助。让我们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能依靠主你所赐给我们力量，勇往前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主你是这个世界上的王。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你。小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同，有声音吗？喂，好，那我们一同来攻读神的话语。你们来听，我来读，记载在诗篇84篇10到12节。诗篇84篇第10节，在你的院宇住1日，胜似在别处住1000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11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正直的人。12节，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接下来我们要请蔡崇义长老来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为何要来礼拜？平安。可能各位觉得说，最近怎么讲到的题目都是恢复到以前最原始的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从主日学来开始就知道我们要来做礼拜啊。而且上次已经讲过了，我们要怎么去小组，怎么去礼拜，都讲过很多次。为什么一再重复这些问题？今天早上6点，我的岳母打电话给我，其实我昨天晚上很晚才睡哈，也是睡没有很久。然后他跟我讲说，他晚上都没有睡，他心里很高兴，他一直在帮我们祷告。他现在信主以后好像很快乐。我的岳母说起来，我的岳母也是个奇迹，因为我的岳父开刀4次，我的岳母已经进出台北那个医院附设医院已经就是北医，已经进出好几次。这次出来，医生跟我们讲，本来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到安宁病房，第二个选择说可能回来。那么回来以后，他喜欢回到家，回到家以后可能再次送去的话，就大概是差不多了，90几岁。所以我们最近非常亲的，各位可能看到我礼拜完之后就赶快，我太太你看，我们太太拿了好多东西，赶快去看她，因为我都觉得时日不久，可是那个时间上帝又给我们到现在已经半年了。从我们一直害怕他是非常的会宝贝啦，到现在他很会祷告，而且相信上帝。如果我是灵粮堂的会友，我就帮他受洗。可是我是长老教会的信徒，我一定要请牧师。那请牧师大概进不了我那个小舅子的家。但是我曾经跟基安长老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我们2个在看圣经。这告诉我们什么？信而受洗者必得救。但下面有一段话不信者就不会得救，会沉沦，会灭亡。他没有说不信者又没有受洗者就不会得救。然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贼头说：“主啊，有一天你国度来临的时候，请你接纳我，请你带我到你的国度。”主耶稣说：“放心好了，你会跟我同在乐园。”
他有没有受洗？没有。然后你会讲说，那我们就不要受洗嘛，我只要相信就好。错了，因为主耶稣的道十边告诉我们，你们要召万民来当我的门徒，然后给他们受洗，在因圣父、圣子、那个圣灵的名，让他们受洗。我所教训你们的，你要吩咐他们守，我就会跟你们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我们人可以在主的面前受洗的人，那是有福气的。可是，在另外的情况是根本没办法受洗。你看那个两个贼跟耶稣钉在一起的时候，他怎么受洗？不可能嘛！可他相信了耶稣赦免他的罪，让他可以同在乐园。所以我现在为这个事情啊，昨天我6点我就起来跟我岳母讲一讲，我就觉得很高兴。我跟岳母讲说，等一下我要到教会去的哈，那就不跟你聊了。可是我在想说，其实我也很想睡，我说赶快眯一下，又来了。那也是这么巧，我来的时候这边现在几乎没有位置，我就这么绕到锦州街，突然看到有个位置，我停下来，看到旁边又有个位置空的。我说：“今天怎么那么好？”我跟上帝讲，我说：“赶快跟我找位置，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等一下那个要盯了起来说那个就是我啦。”他就停在我的对面，然后看到那边有空位，他就绕回来，就停在对面。感谢主啊，很多的事情都是非常奇妙的。我觉得这个题为何要来做礼拜？各位可能感觉到说，我们华语礼拜的人好像不多不像我们在 COVID-19 之前人还更多。但是你们要有信心。上帝的时到的时候，你们发觉到说会坐满的人，我对这个有相当的信心。你们来的人是有福气的。上帝今天差遣你们到这里来，你们说我们来我们的朋友可能都没有来啊，都来的越少。错了，上帝要重用你们，因为你们才是精兵。所以在想说为何来做礼拜的时候，不理我了。好像没，我没有打开，是我的错。我可能有老年痴呆症的了哈。我记得我们去年的10月10号，我为什么对10月10号特别有印象？因为10月10号国庆日有安排我的位置，我没有去。我相信应该是，我不敢讲唯一的，但是应该是很少人说有跟你安排位置，你没有去参加国庆的那个大典，那个都是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嘛，他是有特别邀请人的。我没有去，为什么？我来做礼拜啊。所以是礼拜小组啊，这个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们有来做礼拜，还是有看那个直播的我感觉到说我们开始做实体礼拜以后，我们直播的那个点阅率好像减少了减少差不多1/10啊。我们当时在直播的时候都还有差不多超过300啊，现在大概超过30啊。其实那个也不重要，就是你真的要来做礼拜。我们说看到那个，我们那时候有讲说，我为何要来做礼拜，有用这个题目。可是我今天用不同的观点要跟各位来再一次分享，为什么要做礼拜？你说我看好消息不是很好吗？我看直播不是很好吗？那么为什么要来做礼拜？今天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在罢工，这边的在罢工，所以只是这一边而已，所以你们可能要辛苦一点看这一边我们为什么要做礼拜？我们再回想一件事情。我们做礼拜是个形式的或者一个实质。我们每次看到我们在长老会做礼拜，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某一个在比较北边的那个教会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我跟我太太去过2次，我都觉得那边的会友也蛮辛苦的。为什么？因为那边的会友是后面要盖教会，所以他们不敢偏牧。不敢偏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盖教会。所以他目前暂时不敢偏牧，也没有牧师敢来啦。只要盖教堂，大概牧师都不太敢来。然后他们只有请某位的真理大学的教授，就固定1年都帮他们在讲道。那他就把好像学生上课一样的讲义就抛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只要开始讲道，就大家倾写下来，很厉害。只要牧师祷告完阿们，就全部会这样起来。而且都是好像全自动化的，那个才厉害。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跟我太太在那边看说，我很佩服他们呢。你就明明看到他这样怎么会阿们全部的人又可以作证？可是我跟他们在交谈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一定要来做礼拜，因为从阿公阿嬷就跟我们讲一定要来做礼拜。我说你做礼拜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还看着我说，这个少年囡仔甲阿公这边宠爱。
其实我跟他们年纪不会差很多啦，可是他们都看到我就以为我是少年，跟他讲啊，你少年哪唔知啦？做礼拜最重要的啦。我做礼拜你都，我实歹势讲，我做礼拜你都干那头安尼落安尼后生咧做礼拜，但是又来就干嘛为了做礼拜？他又来又觉得他有在做礼拜，这个很好玩的事情。说长老会，我走了，我离开七堵以后，我是走了几间的我们的长老教会，我也到外教派去，我到灵粮堂，那个美和堂你去看看。10点礼拜，他们是分好几场啊，比如9点、10点半一场啊，11点半一场，分了好几场啊。这一场在礼拜后面就有人在排队，在等待。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就突然感到自己的热血沸腾，整个在做礼拜，你会感觉到那个才是礼拜。我们长老教会做礼拜，我为什么不敢用做礼拜的那个图啊？可能会冒犯到别的牧师。那我只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做礼拜，好像在教神学生啊，在大家讲世道、讲经节啊，这个圣经是怎么样、怎么一回事的。上帝告诉我们，圣经是你们的亮光，你们在读经的时候会从你里面得到我的生命，可是我们变成要一言堂，这个经节是怎么解释，你就照我的解释来做。我们为什么不读经的时候，把它圣经、上帝的话语纳入我们的心里？刺激到我们的心里，那么我们在华语礼拜堂，我们就看到的，只要一华语礼拜堂，就有人不是看周报啊，就是看那个以前我们还有那教会公报，我们好像没有教会公报，有人该拿教会公报，或者有时候他们无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啊，周报从头翻到尾，那还有新眼光从尾翻到头，哇，然后看到啊，就没办法，以后就开始低下来玩手机，或者说有的人啊。一做礼拜，坐在最前头的，尤其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你要这个样子，你不要坐在最前面嘛。政委听到没有？你不要坐在最前面，是吧？说你要打瞌睡，拜托你坐后面一点啊，是不是？我们就看到很多礼拜的时候就坐在最前面，尤其最前面都是那些比较老的长老哈，不好意思，不是讲杨长老哈，比较老的长老哈，只要做礼拜，牧师一讲到开始，你就会觉得他的身体开始倾斜，或者开始在祷告，之后。阿们啊，要起来，很普遍的现象，从小我也看到大啊。可是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场面，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外教派在复兴的教派里面，他们那个做礼拜是一早就来抢位置，而且我们坐的椅子，我经常跟各位讲说，我们的椅子太舒适了啦。差别没有差别，再说应该把距离再拉开，再拉2个垫子，让你们把脚伸上来垫着。你看你去咖啡厅。做得多好，还有2个脚可以垫着。几乎现在新的教会、大的教会啊，从没有这种椅子了。这种椅子大概都是我们长老教会里面在买，新的教会里面没有这种椅子。了不起折叠椅，有的甚至连折叠也不放。你要来做礼拜，你就站全程，就全部站着，从头唱到尾，分享话语，整个都很快乐。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快？1个小时结束了。可是我们长老教会都会觉得，还要多久？还要多久？还要多久？周报我已经看一遍了呢，现在开始看新闻官，新闻官都已经看完了呢，那怎么办？看有没有教会公报。教会公报有时候翻也不能太大声啊，因为会吵到别人啊。这2个都在做礼拜。我们在想说，我们长老会能不能有一个复兴的景象？我们做礼拜是做什么？是真的为神在做礼拜。我们长老会的礼拜，因为从以赛亚书8章6节来的，他告诉我们做礼拜有3个程序：恭候上帝的话语、聆听上帝的话语，然后回应上帝的话语。这3个部分呢，我们已经经过150年来没有改变过。我在信仰委员会里面就跟他提出这个挑战，这个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在研究，所以我们做了11项。如果你们各位有去买那个圣礼典，我们有11项的礼拜程序。但是很好玩，我们去统计的结果，几乎顶多前面加一个敬拜赞美，第一首诗没有，之后其他都一模一样。尤其越乡下的教会，不是我们越乡下的教会，报告都会比讲道还久。只要有某些长老一上去报告的话，你会发觉到40分钟开始起算。
啊，这40分钟是让大家讲话聊天呐、互相交易的时间呐。40分钟开始讲，他会从第一个字报告第一个字，能谁奉献多少，谁怎么样，一直练到最后一页，超40分钟。这是我们长老会。那么我们在华语礼拜里面，这是我把它当落下来的。有人在讲说，长老会的主日礼拜，外教会有说啊，你们在做什么？我都听拢无啊。所以啊，我不否认啊，今天我们人少是我们的错。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礼拜让他们真正的得到什么新年跟诚实啊？因为长老会的礼拜是150多年前从苏格兰传来的礼拜形式。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应该看天主教的礼拜。如果你去天主教礼拜的话，你才真正知道说你什么都不必做，因为从头到尾，现在练玫瑰经站起来，练完就坐下去，现在再来，反正他那个程序就是很繁琐，但是你很简单。因为我在马祖做了半年的弥撒，换了半年的弥撒，没有礼拜堂啊，我旁边就是天主堂啊，所以每个礼拜天就去那边办弥撒啊，就整个形式从头到尾都固定。啊，他们那个神父讲道你会知道神父讲道也是让短短的按固定，因为它是节目的一部分而已。整个礼拜就是一个形式一个部分。你说它不对呢？其实对以前的人来讲，这是很好。以前连电视都没有以前布道大会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只要有人来布道哇，挤得满满都是人。现在我们来开一个布道看看，我们去借那个中兴礼拜堂，说我们来开个布道大会大概是我们会友来捧场。以前布道听到有布道，只要我们那个用麦克风踏着三轮车一个报道大会不是报道大会啦，报道大会你们一定要出来然后拿着那个脸盆敲我们在前面敲空，哇，一大堆人，晚上满满的都是人，信徒多不多？很多当场节制了一大堆，等呼召的时候，一大堆人走到前面来节制。现在呢，我不否认那个一人之家，他们一次下去就好多人节制，回教会好多人节制，我们教会能不能呢？当我提出一个挑战说，今年我们有50个人受洗，有人说不可能，长老会没有一个教会这个一年就50个人。如果今天是灵恩堂大观教会，比较灵恩派的绝对可能。那为什么一定要分成灵恩派、福音派呢？很重要的是什么？什么叫做敬拜？心灵跟诚实。我们的礼拜能不能让新年跟诚实真的在礼拜中发生？我真的也是跟各位做个挑战。我们礼拜完新年跟诚实的礼拜，还包括你礼拜完之后，你们不是有团契吗？带上去。其实有时候我发觉到带上去之后我觉得你们也很可怕呢。那些事先新来的人好喜欢来，我看你们围起来还是做什么，那些都是以前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你们真的是有能力的，有恩赐、有恩典的，但是为什么没办法再吸引一些年轻人过来？我不否认他们因为年轻人的教会，他们都传统的都感觉说长老会都是老人在做礼拜，说年轻人来长老会不太对，所以要到灵粮堂去登几个教会。我不是说灵粮堂就不对，灵粮堂是从长老会出来的，周深之牧师也是从长老会出来的牧师。那不管怎么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礼拜真正用心灵跟诚实？我们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说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让我们的礼拜真的充满心灵跟诚实。我们每个人来做礼拜，不是光坐在这边礼拜，而是我们真的是基督的尖兵。我们开始转向我们的上帝。所以你说你要转向我你的心要转向我我们有没有转向上帝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我们的心转向上帝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现在说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我们现在扪心自问，这个礼拜你有没有打过一通电话去关心过你的朋友、你的亲友，或者说你的同学？一通就好。上帝没有给我们很多的要求他不是说你每天都在侍奉上帝每天跑来跑去。我们以前在大观教会是从礼拜到礼拜七晚上一定12点以后才会回到家。人家说你又不是牧师做得那么累干什么？牧师都没有比你认真。我说牧师跟我没有关系，我是跟上帝的关系。
我太太在这里，我每次在讲到，我爸爸都告诉我，你要做得到，你才讲得出来。但相对的，告诉我说，你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那好像学惯了的人，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日子近了。这就我今天在讲这个问题，日子近了没有？说可能还很远吧。这是我没空哦，奥密克戎哦，应该是他是阿密克戎才对哦，好可怕哦！一个人传染，现在已经第3波了。每次进来的人，因为外国不晓得怎么防的。当初陈时中跟我讲说可能会50个人，我还不相信。我说防得那么严，我们都还要他 PCR 那个检测都一定要2天前要有阴性才可以进来，那怎么可能那么多人？现在好像50个人很平常啊，现在70个人都有去西地吃个牛排，一大堆又感染了。现在服务业也不保险呢。我现在在当服务业那搞不好什么时候被感染到不知道。欧米口怎么感染不知道，我们开始又戴起口罩了。但是台湾有一个很好的现象，是大家蛮主动的。如果像外国崇尚自由，连口罩都不戴我看这次不要说欧米孔啊，在一个什么 Omicron 来啊，西米孔来大概台湾全部都沦陷了。现在全世界大概只有我们跟香港在跟那个中国大陆在清零，其他人就放弃了。为什么放弃？那个一些美国的朋友都跟我们讲，在美国得到欧米孔是正常没得到才是稀有动物你关在家里都不出门的，大概那一个人没有得到，只要你一出门上班你就得到了。因为全部周遭人全部是欧米孔，他们把它已经当作流行性的感冒，可是我们这边还在防，因为什么？多少有后遗症啊！你既然就像我在查食安一样，你说食安这个一定要吃10年才会得到癌症，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让他吃那个化学药品呢？所以那个食安的老板对我都很不服气啊！他说：“我们连赚钱都错了吗？”我说：“赚钱你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赚这种让我们健康受到伤害的钱嘛。”第二个是释放或者拘谨的。我们刚才在唱歌啊，我们不是要站起来吗？我们看政委手都举起来吗？释放啊，因为你是主啊，我们高兴啊。可是我们在长老会只要一喊阿们哈利路亚，大家都觉得好怪怪的感觉，这个人好像有一点怪怪。可是等到教会到某种程度啊，祷告是火热的，他们是把你的心释放，所以叫心灵更诚实啊，而不是蛮拘谨的，反正做礼拜啊，这是圣地没有错。我们不说做礼拜就随便啊，大家随便在讲台里面乱来，但是侍奉的人请你上讲台，其他人不要上讲台。因为它是一个神圣之地，虽然说殿里的幔子已经打破了，我们可以至圣所来敬拜上帝，那最起码它是神圣的。所以这释放或者拘谨啊，我们看到当初大卫王在迎接约柜的时候，他做什么动作啊？跳舞啊！一个君王啊，看到约柜来，高兴的跳舞啊。他的女儿米甲在上面一看说：“哎呦，我老爸没见过，这是我爸爸吗？”老不正经啊！一个君王在那边跳舞，像什么话？我们看到这是旧约呢，很保守的年代，比我们现在更保守结果大卫王竟然在那边跳舞啊！看到约柜，高兴的一直跳舞啊，在那边跳舞啊！你感觉好丢人啊！我的爸爸是国王怎么在那边跳舞，像话吗？我们现在啊也一样。看到一个人比较热心啊，比较虔诚啊，我们就会这人说：“你这人好会作秀，这个人不对，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做礼拜要很庄严呢？每个人都就像当初我们在某间教会刚去的时候，那个联合报写习插，那中国时报写插安那个教会不能弹吉他然后他就跟你讲，圣经哪地方说可以弹吉他？他忘了圣经有讲什么？弹琴弹弦啊，弹琴弹弦，弦不是吉他吗？他说那个不是吉他，那是古代的那个。完蛋了，那个全部的古代乐器全部都要来。每个人的想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这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
彼此对抽口唱心和的什么赞美主哎，甚至不叫我们说全部都安静没有错，可是安静有安静的时候，动有动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安静哎，我们等我安静开始在动的时候，就如鹰展翅上腾哎，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就是做得到吗？可以做了，你们做得到吗？阿们，做得到吗？阿们，我们开始来吧。我们以前都说我们现在我们中正教会这样已经很安稳了。如果各位觉得很安稳的话，那么说对不起上帝。上帝给我们把整个教会买下来，那是恩典呢。你说是谁奉献最多，所以可以买到这间教会？那上帝特别祝福给他嘛。可是上帝让我们可以买这间教会是恩典呢。我们现在不必为了说那个租金到了会被把我们收回去，还是怎么样，我们这个整个教会都可以利用的。那是刚开始不是说现在满足了，教会现在满足了，现在好了，反正是做礼拜1场也好2场也好，反正这些教会经济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们可以安心的做礼拜。我最怕听到这句话，安心的做礼拜有没有会友都没关系，找大家安安心心做礼拜，不要安心了啦。那为何要做礼拜呢？上帝说你要守安息日为圣。古代你看以色列这么的复兴他们到现在还在守安息日他们对宗教信仰比你去补习班更重要我们现在都担心小孩的学测大概在考上大学这个阶段小孩就很少到教会来做什么？因为他们要补习不。可是用我这种经验的人看你就算考上台大，你的研究所跟你的博士班没有什么影响。人家考上台大电资管，先去清大练资工，不同的系，资工，你练资工的刚才电脑还弄不好我看重修好了，开玩笑。但是相对的，各种不同的行业但是我们新年去练设计的时候，我还觉得好笑。一个心理系练设计，那到底练什么？结果才发现，到心理系练设计了一大堆。他们知道人家心理设计出来一个我们看起来最乡下的小女孩，竟然跑到英国去嫁人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上帝实在很奇妙好不好？非常好非常可爱这是我没有看到他，我想应该吃得很胖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守安息日可是现在为什么我们分别为圣的日子在哪边？在主日所以说耶和华上帝所吩咐你要守安息日为圣日。我们现在为什么守主日？因为那是安息日是礼拜的最后一天嘛。上帝创造从礼拜1创造到礼拜6，然后到礼拜天他就休息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算第一天？从礼拜1开始算第一天嘛，算到礼拜天是最后一天但相对的，主耶稣什么时候复活？就主日嘛，就礼拜天他复活啦。所以我们用主日来做礼拜，来纪念主耶稣，因为已经打破安息日的规矩。所以我们是开玩笑说，安息日是为以色列人，但是主日是什么？为全世界信耶稣基督的人。第二个是喜乐的泉源。你要来做礼拜你会觉得喜乐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这是我们今天的经节。我渴慕向耶和华的愿语大家说我小时候伫摇摆等来到昏去其实每个礼拜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快乐，但是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每次来做礼拜今天是因为我们那个大猴子已经在感冒，那所以他们现在在 COVID-19 大家一听到那个流鼻涕、打哈欠，大家就有点怕，所以不敢把它带来。但现在我们每一个礼拜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的，为什么？第一准备东西，第二个开始找小孩了。我们有时候7点开始准备，到8点都还出不了门呢。如果说我一个人的话，我大概10分钟我就可以出门了。可是我每次准备1个多小时，一直忙到准备完了再出门。然后出门以后开始烦恼，说找不到，能不能找到车位？开始祷告，上帝我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比较晚，拜托给我找车位，找到一个车位。但是我一直感谢主我只要绕一圈找不到车位就开始祷告，上帝时间到了
我如果找不到车位的话，今天轮到示会的人自己讲道啊，嘿嘿，就看到前面有个空位，我就进去了。而且这是一个很难，我们要喜乐啊，就像我们经节里面所讲，我们到圣殿来要觉得喜乐，你可以跟上帝亲近，有这么好的事情哎。去总统府，如果你今天接到总统府打电话来说，哎，某某人啊，政委，那个总统想跟你聊聊天，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大概紧张1个礼拜哈。这个礼拜啊，看头发好不好？爸爸，我这个头发好吗？那我再去理一下，我头发把它梳得怎么样？哦，穿这件西装好吗？还是我要穿什么衣服？还穿轻便一点的？可是我们来做礼拜是见上帝耶，朝见上帝耶。我们有时候不是那么经意耶。我记得我带那个西安教会的那个青年开始主日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礼拜6能不能来做个祷告？他们很好玩哦，他们的敬拜团是礼拜6先做1个小时的祷告，1个小时哦。礼拜天他们9点开始礼拜没错，可是他们8点都到做什么祷告？他们认为他没有祷告够的话，他不敢上去带。他们那个观念非常正确，他们完全跟上帝在一起，他们很高兴。第3个可以亲尝主恩呢，你们是有福气的人呢。如果你们活在古代，在旧约的时代，你们连至圣所都不能进来，你们根本进不到圣殿呢。尤其女孩子只能在女孩子的女人院呢，这女孩子的外面。如果说外邦人，我们这种外邦不是以色列人，他要在外邦院，你连进来都没资格哎。祭司才可以进来，小祭司进来之后，大祭司一个人进到至圣所，所以大祭司进去的时候都还要什么绑绳子哎？为什么？因为进去之后他有死有活，没有人知道，时间到要拉一下，看他有没有在动，因为大家都不能进去，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啊，拉一下，有在动，表示还活着。那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进来，谁侍奉都可以到至圣所来。你说不一样啊，人家古代的至圣所是那么冠冕堂皇啊，错了。耶稣基督十字架被钉死那一刻，他说成了那一刻，真告诉我们什么？殿里的幔子就裂开了，我们可以跟上帝亲尝主的恩典。所以这礼拜是神所命定从以前就说，在约伯记说：“我立大地为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立大地为根基，我老早就已经命定你们要来侍奉我。”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侍奉我们，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建立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可以合一的来建立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神要满足跟神的交通啊！你今天要回想看看，你今天做完礼拜之后，你跟神有没有交通？神有没有在你的心里？你跟人有没有交通？我们现在还有小组，开始慢慢大家热络了。我们以前是做完礼拜是什么就走了。我先上帝啊，我先给你做礼拜完了。上帝，我先给你做礼拜了。就是想一想有点凄惨的感觉。上帝需要你帮他做礼拜吗？上帝看呢，你回到你的家里，看到你的爸爸妈妈，我给你回来，给你看一下，我走了。你觉得你的爸爸会怎么样？傻眼了。今天突然如果人想，现在不可能了。突然从飞机从瑞典回来，都不讲，突然去按电铃。那欧巴一开门，人想啊，什么时候回来？你会高兴吗？我看欧巴高兴死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就没有，我来看你一下，我要走了。要走了。那欧巴一定讲说，那你回来干什么？我们有时候做礼拜一样上帝我要来做礼拜，做完礼拜我要走了。所以不做礼拜什么？你会损失啊，因为你没有进入到安息之地。因为时间关系，我要跟各位讲一个爱情的故事。因为你们都学音乐的嘛，知道第一大调卡农有没有？结婚典礼都有嘛？当滴答当滴答当当当滴答当滴当当滴当当滴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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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当当滴当当。我们婚礼的时候都有，对不对？卡农曲。非常有名，但是现在发展了很多，有发展成轻音乐，有发展成，但是大部分大家都说是婚礼的这种卡农曲。那么我应该问，英文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弹卡农曲？也有嘛，当滴答当。其实卡农曲另外一个故事有人称为 D 大调的卡农曲是什么？就是一个纪念死亡的。那纪念死亡怎么在婚礼？其实没有冲突在一个乡下有个叫芭芭拉，这是真实的故事那你看那个音乐典故里面就有。芭芭拉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非常漂亮，村中好多人在追求她。可是芭芭拉眼高，她觉得说这些人都配不上我。有一天，她走进教会，突然听到教会有人在弹琴，那个琴声非常的美，非常的美。她就进去一看，看到一个青年好像皱着眉头，有一种忧郁的感觉，他就坐在那边，他就静静坐在后面听他弹琴。哦呦，心里上觉得好舒服的感觉啊！那个人很专心在练琴，所以他几乎每天只要听到琴音，他就会走到教堂的后面，静静的听。有一天，他走到前面去跟那个所谓的那个帕尔贝尔，他跟他讲，他说：“我能不能跟你学琴？”帕尔贝尔说：“好啊，但是你要认真哦。”他就是想亲近他而已嘛。所以他的练琴都无关紧要，练琴跟我们家那只大猴子一样啊。我们家那只大猴子在练琴跟没有练琴其实都差不了多少啊。他只是说去那边玩而已啊。我不晓得你们那个一般语文，你们小时候练琴有没有被打？这叫你练琴，你都不练琴，练琴到某一个阶段心里有没有啦？心里可能也有被骂。那个练琴大概都会被骂，到某一个阶段就弹不上去了，遇到瓶颈啊。那个阶段突破才可能更进一步。他只是为了想亲近这个帕尔贝尔，他想亲近这个男生，所以他就练琴也心不在焉，每次练琴都是看着他。帕尔贝尔教了几次以后就很生气，跟他讲说：“啊，你是想学琴吗？”他说：“我想跟你做朋友，做朋友要练琴，那个没有冲突啊。我这么费心的教你啊，你结果每一天就在心不在焉，这一次来跟下一次来也没有进步啊。”佩尔贝尔就很生气，你不要来练琴了啦。他听了好伤心，这巴尔贝尔根本不爱他了，更不喜欢他，他就默默这样离开。巴尔贝尔等他离开以后，第二天弹琴，他觉得怎么弹琴没有味道。他说今天什么弹琴什么都不对，他想到说我会不会已经爱上这个芭芭拉了？他每天跟我在一起弹琴，我都好快乐，我在教他我很快乐啊。可是我现在弹琴就觉得不快乐了，这样不对，我要专门为他做一首曲子，他叫做卡农曲。其实我们说第大卡农曲，我们都称为卡农曲，卡农曲的就这样来的，整个一路在跳是卡农曲。他做卡农曲做完之后本来想他下次在做礼拜的时候他要弹出来，或者是婚礼，他特别婚礼，他一直幻想说他要跟他求婚，等他答应的时候，他就弹这首卡农曲给他听。突然接到战争爆发，他被征调去战争啊，他来不及跟他讲，来不及跟他表白，那就被征调去战争。一阵子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在那边流浪了一下，他去把他琴里学的更多，把那个曲子整理的更好。他觉得这个曲子非常的完美，我第一次就要献给芭芭拉。同时这边芭芭拉本来想说，我每天就听他弹琴，我觉得好高兴。他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什么不爱我？可是每次他看到我的眼神，我觉得他是爱我的啊。那怎么办呢？他每天坐在教会，有2个传说。第一个传说他忧郁，他每天都很痛苦，就死掉了。有一个传说他自杀，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死掉了。哈尔贝尔把这首曲子他成名了，然后带回来。他说：“我带回来，第一个我要去跟他求婚。他叫他答应，我就要把教会的人全部都找来，我就弹这首卡农曲给大家听。”可等他回来以后，人家跟他讲说：“你离开不久，他就死掉了，死亡了。怎么会这样？死亡了。”他说：“这是我跟他的婚礼进行曲，全镇的人，我今天要表演，我要为芭芭拉表演这首曲子。”所以他在那个村庄，全镇的人全部都挤到那边去，第一次弹第一大调的卡农曲。当叮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叮当叮当当叮，在弹的过程，全部的人都掉泪，一边感动，一边说一个人为了爱一个人，特别奏了一首曲子，这首曲子就传开来的，那叫卡农曲。贵妃在婚礼的时候说，好像不太搭调，
那真的是从心里面的祝福。你们来做礼拜是心里面的祝福，你们来做礼拜是可以听到地是上帝替你创作的卡农曲，你们每一次的礼拜都是上帝给你们的卡农曲，你们每一次的礼拜都是上帝给你们的祝福，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牢记在你们的心里，你们要有这个义务。所以我每次播网都说，希望你们多找一些年轻朋友，找那些没有到你面前来的，尤其你们亲戚找他们来，然后之后带他们上去，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交易。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上帝。被杀羔羊已复活，高坐在神右边，他将驾云降临，来做万道永远，天使作业呼喊，神在，神在，神在，众信徒以宝座前，赶紧献上冠冕，被杀羔羊会复活，高坐在神右边，他将叫云降临，来做万道永远，天使昼夜呼喊，大声来，神在，神在，神在，众信徒以宝座前，赶紧献上冠冕，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总管尊贵荣耀权势，归他直到永远，万民同来敬拜，敬拜万王之王，救恩能力国度权柄都归他直到永远，所有的权柄都归我们的上帝。我们每个人到神面前的礼拜，都得到主的恩赐。我们要将这个好的信息传扬给个人，传给每一个人，传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这是我们的责任。求主让我们有这个勇气，我们这个力量，我们将每个人召唤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举行一场为羔羊而赞美的礼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让我们持续站立，以恭敬的心来奉献，一起唱新圣诗303首。请坐。
在报告之前，让我们一同来背诵本周的主日金句2次。请在你的院宇住1日，胜似在别处千日。宁可住我的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在你的院宇住1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诗篇84篇10节。下周主日圣工轮值的同工，请预备心。让我们一起来看消息报告的部分。下周主日1月23，然后我们会请义中弟兄来教大家，来泡咖啡，然后请兄姐们一同留下来。然后今天是国内外宣道奉献主日，然后可以一同代祷跟奉献。那我们来看，好。接下来我们一同起立来攻祷。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献上我们的全人，主，我们感谢主。父神来到你面前，主，你是全能全知的神，主，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在主你面前，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但是主你仍然爱我们，主你仍然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主，我们在你的殿中敬拜，我们在你的殿中聆听主你的话语。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与你一同在你的圣殿，在你的圣所当中一同来朝见，一同来经历主你，我们献上何等的感谢。主，我们将我们全球，将我们台湾这块土地跟疫情交托在主你面前，主，求你洁净，也求你看顾保守这一次的疫情能有你的带领跟保守，也将教会跟我们的各团契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叫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主你的信实跟你的恩典。主，求你帮助那软弱的得到刚强，主，那身体灵魂受伤的能得到医治，主，那缺乏的你就赐给他们，口渴的你就给他们水喝。主，求你预备牧者，主，你也预备羔羊进到你的殿中。主，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时常催逼我们，好叫我们也能够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家人，主，如同爱我们自己一样。主，我们将我们所讲出来没有讲出来的重担也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你亲自看顾跟保守，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持续站立，一同来唱颂龙诗歌圣诗392首。唱，我们请蔡长老为我们祝祷。赞美一生万福之源，天下神灵都当颂言，
天上万军也赞之名，同心赞美服侍神灵。阿门。愿主耶稣留下宝血牺牲的恩典，愿上帝的慈悲怜悯慈爱，愿圣灵的安慰教导帮助扶持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用爱浇灌着我们，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门，阿门，阿门。请坐，默祷。我们可以向邻近的亲友们行平安礼。喂，这样有吗？预防这样子。OK，好，这样可能看用什么线来，要换掉线就可以了。